但市对6月12號開始接到 AZ 疫苗，對第一類開放到85歲以上長輩等指定的對象，目前已經超過68000位民眾施打。特別是考慮長輩行動不方便，嘛祭出真濟擔心的政策。其中東區公所主秘但準達看到阿嬷家未叮當，用公主抱為名，竟被俄羅斯上水風景。另外，針對美國關證250劑莫德納疫苗20號就來台灣，讓民眾相當期待。相對降低注 AZ 疫苗意願，市場強調兩種疫苗效果差不多，輪到日子就趕緊去先注才會當先預防。施打的疫苗都是經過 WHO 也經過國際上的認證，一個有效而且相當好的疫苗。好。那這個部分沒有什麼良莠的差別，哦，也許防護力有高有低，沒有一種疫苗，哦，這個防護力是100%的。那所以說，就像過去大家所非常踴躍想要施打的流感疫苗一樣，流感疫苗的防護力也沒有100%，但是會讓你就算受到流感病毒的感染，哦，這個轉成重症，失去寶貴生命的機會就降到很低，那相對的保護了你的健康跟安全。衛生局嘛表示，所長輩要注疫苗，一定是評估以後身體狀況穩準，同時嘛尊重所長輩甲家屬意願，然後任何顧慮會當事先卡防疫專線0628801800，或是向各地衛生所甲區公所來詢問。第一新聞，郭文吉和喬邦採訪報道。其他縣市一樣的標準，就是說。